的问题在，一般估计他是要来的，因为星期六、星期天不是班课吗？之前那个刚把那个这个没有开大沟的，不是别人说嘛，很难的，很少来的。他们是学生。他们是一个团队。
还要跑。大勺子啊！要跑，上！这是民大的那个科装团队的。民大的这前面都是他们的，这是民大一个团队。那天晚上在体馆里面拍过他们。这是西南民大的一个团队。好凉快哦，应该要下雨哦。
这边是西南民大一个团队的，他们之前在也来跳舞，但是没有来这么多。今天应该晚上应该是来的最全的一次。他们以前在景外中心商场里面跳，拍过他们，只是说团队没有来全嘛。他们也在西南民大小区里面跳。比赛是一人脚的。
下雨啊？不是，我家昨晚上捡了个小猫，然后就自己养了。哦，自己养啊？对，因为这个是不属于我的小猫，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的小猫，所以呢，这个小猫，这个小猫就是我的了。哎呦，乖不乖嘛？我们那个4个小，我们还有5个小猫都是捡的。哦，长得很乖吗？乖，都是黄色的，有个白色。哦，我们那边我车上停车的时候，车上随时都有只猫。这个车子上面，要么车顶，要么是屁股后面。那边有野猫。野猫？写个回家门，拿锁可以使。反正他们有人专门喂它，专门喂它。就他们是个学校的这几个人，他们10多个都是学校的一个团队的。谁？从这点开始，4、5、6这边，这一片还有几个男生，这一片他们是一个团队，西南民大的一个团队的。西南民大有很多猫啊？西南民大有很多猫。哦，猫不说他们跳舞的。那个小雨叔叔，你说清华大学好还是那个？清华最好，北大第2。清华第1，北大第2。啊，北大是第2，清华是第1。你看我母亲穿了个衣服，紫色的，好不好看嘛？我喜欢紫色的手机，我也喜欢黑白色。它那个比较骚的颜色好看哦。漂亮一块，说在考虑都没下。就英国嘛，戴个帽子那个，差不多嘛，吃
定给说的么起么一哈，若是人啊隆隆隆啦一米，终于都东南里干来里米，哎，我们不要比那个钱里哟，干嘛去充嘛也莫差么一哈，这些俺所样的多些个。
小可爱。没事没事，他不得那个，他只是摸了之后他一反应。Don't
他们两个，对啊，都在拍，都在拍。好，继续，好吧。还有，他到处跑，他要往外面去。不用，他到处跑。不然，这边他到处跑。高压地球。可能中没有嘞，也来接我，说怎么我个罗哟。
现在几点钟了？哦，9点了，好快了，就9点钟了。9点了，好快哦。自言自语在说啥呢？
就是那个他们团队的是吗？那个明达的那个，明达的那个吗？那个。他们明达的团队的。哦。哎，我忘了，前几年拍过是吧？开马拉。三个都是是吧？哦，三个前面那个橄榄树吧，中间那个不是。哦，因为他来了，他可能比较少。对，我前几年拍过他们俩。哦，现在突然记不起来了。每场都有火，每场一样。都是喜欢跳的。扎西锅庄。
应该结束了，收了吗？结束了，太过了嘛。结束。欢欢你好啊！这个是屎。他是什么？欢欢，欢欢，哎欢欢，李欢欢，欢乐的欢，李欢欢，他叫李欢欢。欢欢，好久不见啊，欢欢。哇，你全身都是汗啊！对呀。哎呦，对，还得乖哦。哦，要，视频就结束了啊，视频结束。沙丁鱼啊，现沙丁鱼啊1个小时40分钟。妈妈，毛毛虫。哎，结束。